到两侧，安尼后壁较晚来兄弟姊妹会可能爱甲你相出路，咱也养成一个习惯。咱若较早来兄弟姊妹，咱就尽量坐，双边坐。你若感觉讲迄个位是你的位，安尼麻烦你家己签名，安尼以后迄个位我会替你保留。你若唔敢签的话，就互大家坐，大家轮流坐那个知娟姐往里面坐都有讲啊尽量等下摄影你要说我是童工，要挂一个牌啊服侍人员准紧来往里面坐往中间就对了啦，尽量往旁边坐，除非你有是要摄影的啦，有要翕相的。咱先来唱圣诗125首圣诗72首。身边的情兄弟，看你身边的情姊妹，看停，爱看边看一个，甲看一个来，听咧关心，来，搁一摆第一站，耶稣愿伫倒位找你，伫今日世界。耶稣愿伫倒位找你，你生活所在。看你身边的情兄弟，看你身边的情姊妹，看一个，听来，关系，来个一届来。耶稣愿伫倒位找你。伫今日世界，耶稣愿伫倒位找你，你生活所在。看你身边的情兄弟，看你身边的情姊妹，来看，听的关系。
这首歌也买遮的歌，吼，互咱知咱来教会有当时来足久，咱边仔人是啥物人，咱可能嘛毋知。有可能你伫路呢，甲你相闪身，你嘛毋知伊是来伫泸州教会的兄弟姊妹。吼，我发现咱横向连结吼，要多看、多听、多关心，吼。哦，等下这首歌，哦，望咱咱吟的时会当听边仔的声。好，各位兄弟平安。平安。哈利路亚。阿门。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咱用祈祷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请咱起立来敬拜好了。求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恳求的声，你大手靠你遵命，亲身的脚正。求主耶稣，求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恳求的声，你大手靠你遵命，亲身的脚正。伫救主面前欢会，讨开我有话，甲我生生拄去偌多，主你的脚话，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富，恳求你。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富，恳求你收赎。我心希望，我命正路，只有主耶稣，你要替我担当艰苦。你大功劳，我好担我苦，我心疲惫常常失措，你准我祈祷。求主耶稣你大功劳，我好担我苦，我心疲惫常常失措。你准我祈祷，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富，恳求你收赎，救主。所准咱祈祷，咱要用祈祷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咱做伙出声来祈祷。哈利路亚！我感谢你，主啊，恳求你，我来到主你的圣殿，主啊，我要来到主你的殿宇来亲近、来敬拜、来学了你。主啊，开阮的嘴唇来吟诗唱歌来学了你，互阮今仔日的敬拜真做芳芳的祭，摆在你的面前，互主你来欢喜。我嘛要为着做兄弟姊妹，还未倒来到你实体礼拜，兄弟姊妹，我们替因祈祷，求上帝你开因的心门。主啊，恳求你伫这疫情的时代已经要过去，主你来引带阮的脚步，互阮亲身来到主你的殿宇来朝见你的面。愿主你开阮的心，互阮今仔日敬拜真做芳芳的祭。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阮感谢你。有主的囝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互我听起你疼痛的声，因为我靠你。
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求你的名，时常敬心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拜列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求你的名，时常敬心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拜列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互咱的祈祷正做欢喜的祭，请坐。咱的主是信息的主，咱要用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用咱的祈祷来摇动主的手。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牧者，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互你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因我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撒我，因我一生互你的旨意伫这。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牧者，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互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因我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撒我，因我一生互你的旨意伫这，因我一生互你的旨意伫这。咱安静咱的心来敬拜上帝。
耶和华，世上的君王拢要感谢你，因为因有听见你嘴所讲的话。因要唱歌学了耶和华的行做，因为耶和华的荣光真大。兄弟，咱即时做伙拍开新圣诗第125首，请起立做伙学了咱的上帝。请坐，请兄弟，咱大家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平，听从阮的主耶稣，阮伫遮要来感谢你，感谢主耶稣赏赐阮侪侪恩典，看顾阮所有兄弟姊妹，互阮有即个机会甲恩典，伫你所创立的教会。自即来敬拜你，主，阮感谢你。伫每一项事工顶悬，你的灵甲阮斗阵，互阮兄弟大家伫你恩典赏赐的事工当中，大家尽力来合作，来做成。主，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大家请拍开新圣诗后壁启应文，启应文第60篇。第1107页，我来启，请兄弟来引。我哪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才的语言？我哪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
我若有教遐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忍耐是宽容，有忍耐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生气，袂爱不义，忍耐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盼望。这声忍耐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温数是暂时。咱所捌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落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有雾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这声安尼信、盼望、忍耐，这三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忍耐。大家，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献诗的曲目是《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现在咱即时听起立，用主祷文来做咱的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传入去试，就救阮脱离了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有尽。阿门。请坐。做伙来共修圣经，共修咱上帝所教示的话。今仔圣经记载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1节到第6节。第1节，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提摩太，批寄互徛起伫腓立比，踮伫基督耶稣隆重的圣徒，甲遮的监督以及执事。第2节，愿恁对咱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平安。第3节，我既有少年恁，就感谢我的上帝。第4节，逐摆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常常欢喜来祈祷。第5节，因为恁对头一日到今三甲有分地兴起福音。第6节，我也深信起头最好的工伫恁的，要成做伊到伫耶稣基督的日以上。煞接，咱要请陈牧师来为咱讲道。今仔讲道题目是“同心合意”，请大家注心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愿主是阮帮助咱，互咱今仔日下礼拜诚侪芳芳的节，咱的祈祷，主拢会听起咱祈祷的声。照主的旨意来实行，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爸上帝，我满心感谢你，祝你接纳阮，诚做你的囝儿，拣选阮，诚做你的奴仆。愿阮今仔日伫主你的面前，摆咧阮的学乐敬拜，拢诚做芳芳的节，互主你欢喜。愿主你嘛降纳，感谢乐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保罗会当讲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师，因为伊会当讲建立开拓教会，伫小亚细亚托尼基迄个所在，伊捌进行3届旅行的布道，即3届旅行的布道，拢有建立教会。伊伫人生最后的阶段，嘛阁真努力要来宣教。伊嘛是一位好的牧者。因为伊所写的教牧的书信总共有30卷，13卷，这30卷拢诚做新约的经典。所以若伫新约若无保罗，咱就毋免读遐尼济，咱只要读福音书、启示录、使徒行传，安尼就有够啊。但是呢，因为保罗出现，哇，咱就爱搁加读罗马书，加入读腓立比、哥林多、帖撒罗尼迦、以弗所，等等遮的，所以。保罗会当讲是咱教会的宝贝，嘛是咱教会历史真重要的一个人物，嘛会当讲是使徒中的使徒。虽然耶稣的学生无一定全部拢会当接纳伊，一开始保罗伊改头换身改头换面，迄当时伊当来到耶路撒冷，耶稣的学生即个使徒。看到保罗是惊到要死，伊讲即个毋是专门咧掠基督徒的吗？7位执事其中2位上界有名的，司提反，就是伫伊的命令向人点石头，甲伊点死。所以大家
伫耶路撒冷若讲到扫罗的名，无人毋知，因为伊是专门咧掠基督徒的人，伊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所以一个人的改变，对于拄着耶稣完全的改变。腓立比书是保罗最后人生的阶段，伊关伫罗马的监狱的内面所写的。所以今仔日第1章的第1节，咱就看到提摩太拄好伫伊的身躯边。所以讲，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提摩太写批寄互腓立比，伫基督耶稣隆重的圣徒，甲遮的监督甲执事。伫腓立比有圣徒，有监督，还佫有执事。天主教也是东正教，甲伊翻译叫做保禄。真正有一个教宗叫做圣若望保禄，就是保罗，毋是教我咧食迄个保禄是保罗所以即个圣若望保禄二世就是保罗，甲保罗是共款的名。每一个保罗的像敢若拢有迄个敢若拢有秃头所以我看足侪版本这是马赛克的版本是初代教会的即个马赛克。所以看到保罗为什么摕到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拄伫甲保罗共款做伙伫监狱咧甲奉太甲侍奉。因为保罗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伫监狱有享受一寡好的待遇，包括会当身躯边有一寡人去甲探监，甚至有一寡人会当替伊侍奉服侍。伊当伊上诉到罗马皇帝时，伫罗马有关一段时间，无马上判刑。所以伫迄段时间，伊开始写批互各教会来勉励各教会兄弟姊妹。所以即张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就是伊写互腓立比教会的书信。第1节就讲到，我是一个做奴仆的人，保罗写批互腓立比的圣徒，互每一个人拢是圣徒，甲遮的监督，甲遮的执事，可见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有组织的教会。提摩太嘛是保罗所生信心的囝儿，对这个信的囝儿，保罗也对伊有真侪教导。腓立比教会会当讲甲保罗有真密切的关系，因为伊是伫腓立比伫欧洲第一间设立的教会，伫保罗第2次的旅行的中间来起造即间的教会，所以当时咱看到保罗伫特罗亚看到一个异象，伊讲：你来阮马其顿，来到阮马其顿，所以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伊就特别来到腓立比迄个所在。这是伊进入欧洲传福音的第1站，所以伫特罗亚异象来起造即间腓立比的教会。所以保罗伫哥林多的时，伊嘛受到腓立比教会的帮赞，而且还佫有找以巴弗提去罗马提供保罗的需要。所以腓立比教会会当讲是一间有疼心，对保罗有真侪帮赞的教会所以对安尼第1间的旅行是一间有疼心的教会。保罗嘛知影因的帮赞是出自疼保罗的心，知影因的奉献嘛是疼主的心，知影讲明白因真正的好意。所以腓立比即间教会一直甲保罗有保持真密切的关系，所以咱看到第1章的第2节到第3节有讲，愿恁对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得到恩典平安。我既有孝念恁，就感谢我的上帝。我有孝念恁，就感谢我的上帝。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所领受的感动，甲领受的帮赞，保罗拢家己诚做感谢上帝，欢欢喜喜来感谢上帝。
欢欢喜喜领受，啊，欢欢喜喜来回应上帝。因为因知影菲律宾听伊，就等于是咧听主共款。所以这是保罗伊所感动所领受的，毋是每一间教会拢会当亲像菲律宾安尼帮赞保罗。所以保罗是对菲律宾有感动、有领受，伊才写即张批来勉励菲律宾的教会。菲律宾教会嘛有几个特征吼，就是讲伊愈的信徒比率较悬，伫耶路撒冷遮的圣徒、遮的信徒送香艰苦，因着十分的踊跃捐钱奉献来帮赞耶路撒冷教会遮的兄弟姊妹。啊，因的犹太信徒也较少，所以伫律法的顶面的争论嘛较少。组成的信徒差不多拢是外邦的信徒，所以伊是一间有组织健全、有监督、有秩序、有信徒、有兄弟姊妹、有会友，所以有遮个特点来形成即个菲律宾教会。所以安尼照咧看来，是毋是若同质性较悬，就较袂有争论？嘛无一定。嘛无一定，咱有一句话讲，一样米饲安那，饲百样人。对，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想法，拢有伊的个性、性格，拢伊原生家庭所形成。啊，所以咱来自不同的所在来组成咱罗州教会，毋是代表讲咱的同质性就较悬，嘛无一定。同心合意，无一定爱同性极悬。同心合意嘛，爱伫即个意中，伫无共款的意见来求合一，所以佫更加爱伫信仰的内面来求合一。特别是即马是一个民主的时代，有两种无共款的言论，一种是叫做一言堂，一个人讲的话准算；一种是一言堂，足侪声音安尼。啊，到底咱的社会是安怎？咱社会即摆是足侪声音，所以有无共款的想法，无共款的思考，毋是无好，是爱安怎去包容、接纳，这才是重点。有一条歌叫做“来信耶稣安那”，真正好。来信耶稣有偌好，真正好。拜一的，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来信耶稣真正好。其实，这个社会咱要用一言堂来取代一言堂，但是咱毋是过去的社会，即摆社会是非常的开放，非常的民主，所以会当包容接纳才是重点。应该是讲爱来信耶稣安那，人好啦。我昨去台湾女子神学院，甲遐个家庭团契分享透早，遐是街友，拢是街友吼，拢是街友啦吼，街友街头的这个朋友吼，他们都睡在道路上、马路上，因礼拜六拢会去台湾女子神学院遐聚会，叫做家庭团契。咱毋是讲因为遮个人因是街友，咱就无要甲伊传福音，所以。我伫遐有一个体会，讲其实是来信耶稣，人好。但咱只要伊若来到即间教会，伊爱伫即间教会得到好，安尼这才是重点。我在唱，阮昨嘛是唱即条歌，拄好一个感动，讲其实下较侪人也拢是街友其实我对伊嘛无真熟悉因嘛是有当时可能。即礼拜有来，后礼拜嘛无一定会来。有诶是头礼拜拢有来，因为安怎有便当通领。因为因为我是教社部诶部员教社部去便当加码，便当加较大粒安尼。所以就有人是冲着便当来的，所以嘛无要紧，因为既然咱愿意分享，咱就免考虑伊来诶动机，只要伊来坐伫遐。1点钟，互吟诗、听圣经，佮听分享，佮甲大家请安，安尼我感觉伊就足好诶。所以是爱来信耶稣，人好啊！你爱甲边仔人讲，来信耶稣，人好啊！所以这才是咱信主，感觉讲一种无共款诶体会真正好，甲人好。
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成做一个会当人人好的基督徒。咱早讲有有足侪店家吼，一寡店家伊用伊的姓做伊的店号，譬如讲，什么吼，什么家牛肉面，李家、邱家、王家、陈家牛肉面，吼，还是什么吴家馅饼，吼，我讲的这拢无存在，我是举一个例啦，吼，用一个姓，佮加一个记，譬如讲，你若去李港，你就爱食李记，吼，馄饨、猪脚，真有名，吼。啊，听讲三重埔有一个啥物王记捞面，哦，我毋知影，我是网络上查的，吼。泸州有一个林记蜜月油饭，敢有？毋知嘿，反正就是用伊的姓，佮加一个记，也是用伊是倒一家吼来做伊的店名甲店家。安尼敢讲，这个头家着姓李、姓王，也是姓林、姓陈吗？咱知影讲。股价，股价有名的是银行，蔡家有名的嘛是银行，因为这是古早古早的家族的企业，因的店号甲因的商号，这家族味真重，家族的味真高，所以咱当要出因的家族的姓到底姓啥。然后有一天有人问恁讲，泸州教会姓啥？牧师姓陈，安尼说泸州教会姓陈，敢是安尼？毋是，所以你得摇头，毋是安尼。吼，因为咱在座还佫有足侪无共款的姓，咱泸州教会姓较对较侪，啥物姓较侪？哦，你哦，敢有？你敢有统计过？无吼，迄是泸州较侪姓李啦，咱泸州教会无一定姓李的较侪啦，吼。咱泸州教会有足侪姓吼，无共款的姓。无共款的姓的基督徒，所以有一天，人问你泸州教会到底是信什么？对，没错，就是信耶稣，就是信耶稣。所以泸州教会是信耶稣啊，所以咱嘛是信耶稣啦，因为咱冠一个耶稣的姓，叫做基督徒，基督徒陈某某，基督徒李某某。其实咱拢已经冠耶稣的姓伫咱的名的顶面，你敢知？有人冠从母姓，有人冠夫姓，有人迄个有姓伊的姓，但是咱是啥物姓？咱是姓耶稣啦，咱叫做基督徒，基督徒某某某，咱嘛是信耶稣，姓耶稣。愿上帝帮助咱同心合意，是保罗对菲律宾教会的讹乐，就是讲。菲律宾教会愿意帮助人，因拢无另外别种的声音，就是因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是保罗对菲律宾教会一开头就甲因讲，同心合意兴旺教会。所以菲律宾教会因伫信仰做上好的模范。第一，因为爱有罗卜的心，所以教会领导爱有罗卜的心。这罗卜是上帝拣选，罗卜的侍奉爱亲像这个器皿，器皿一样，甚至爱做这个器皿。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自称伊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写批来互菲律宾教会。对神，对这批的信这封的批信来看，真温暖，就是伫这个所在。保罗家己称家己是罗卜，是罗卜，所以看起来是圣徒监督执事，结果伊是罗卜。哇，这位阶好像不太一样。伊写批菲律宾教会，自称家己是罗卜，而且佫甲逐个人拢讲是圣徒，安尼可见伊对菲律宾教会有偌肯定。所以保罗称赞菲律宾教会的会友是圣徒。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每一个人，咱要有罗卜的精神，侍奉的心，爱有亲像罗卜，咱才有真侪圣徒的资格。所以圣徒是互分别出来，这圣徒是特别互分别、互拣选出来，才会当真侪这圣徒。所以咱看到保罗是真肯定菲律宾的教会。
因所做伫信仰的内面，因所做的工，特别虽然因真关心保罗的生活，保罗是一个总艺车的人，保罗家己即坪支帐篷，靠这即坪为生，伊真少甲教会摕帮赞，但是菲律宾教会的帮赞伊要收，为什么？因为伊肯定，伊知影菲律宾教会疼心是出自因的信仰，是出自因对耶稣基督的领受，是对伫因信心信仰的内面，所以迄是无共款。第二，咱用疼心来建立服侍的心，用疼来建立服侍的心。这个监督叫做 overseer， 这个监督咱初代教会嘛有这个做这个职位，这个监督有可能甲职事是无共款的。这个监督必须要担负一寡责任的基督徒的领袖。所以咱看菲律宾教会有圣徒，有监督，还佫有啥职事，所以职事是要管理教会，管理教会。咱知影耶路撒冷的教会，人开始变多的时，起啥物冤家？为着要分食物，产生冤家，对不对？所以职事的名声是对耶路撒冷开始的，是毋是？所以咱看初代教会，无一定逐间教会拢真真平顺，嘛有真侪问题。所以侪问题，若无法度同心合意，教会就充满纷争、嫉妒、激动、论断。初代教会、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对照组啊。伊甲菲律宾教会，就是两个无共款形态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就保罗写批甲因讲，恁着相听，彼此相听，就是咱拄仔启用的。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真谛。所以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伊哪捌写予菲律宾教会？为什么这段经节是伫哥林多教会，毋是伫菲律宾教会？是伫哥林多前书，毋是伫菲律宾书？就是哥林多欠缺听，保罗写批甲因讲，恁需要彼此爱相听，上有信心甲信心、希望甲听。上大个就是听，咧甲因勉励啦。所以一间同心合意的教会，才会当兴旺福音。所以这是咱当讲想象讲上帝若想到这间教会就欢喜快乐，上帝就愿意甲伊同在。像是同心合意的教会，佫会当领做圣神的福气，佮较侪属天的应允。所以咱想看觅啊。路就长了教会，伫上帝眼中是甚物种的教会？如果有一天保罗若要写批互咱的教会，伊要安怎写咱的教会？所以咱对听爱建立侍奉的心，所以侍奉的心就决定到底这力量要做伙活来，还是要分散出去。所以听是服侍上界重要的条件，就亲像菲律宾教会用关心、用付出。安尼保罗才甲因肯定，恁是同心合意，所以咱必须要将需要，别人的需要，放伫优先，来创造出教会合一甲复兴。第三，伫事工的建立，伫耶稣基督的听，所以同心合意，爱建立伫耶稣基督的听的基础的顶面，就亲像菲律宾教会是保罗所欢喜的。如果菲律宾教会若是保罗所欢喜的，安尼，另外迄间教会就是保罗安那头壳真疼，所以是无共款的对照。这两间教会拢是上帝所建立的，但是唯一上介大的差别，就是菲律宾教会有较侪疼心，甚至是分享的疼心，这是保罗心中所感受甲感动的。所以保罗真感动，所以伫写这张书信，伊就有真侪的感动。大声，伊就替即间教会做祈祷，望基督的听伫因的中间，加添搁较侪。哥林多教会因就欠缺彼此爱相听，是一间毋捌相听，所以保罗伫书信的中间就写了
爱的真谛，互因，就提醒因。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将基督的听，甲当作是第一要紧。兴旺福音的重点，就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就是爱去转来到伫基督的听的内面。所以，基督若无基督的听，若无伫咱的内面，安尼咱要共讲什么？所以，一个教会若无发到同心，佮要做什么种的工？所以，如果连信徒若失去即个信心、听主的心，有可能即个凝聚力会慢慢消失去。菲律宾教会一直甲保罗拢有保持真友谊好的关系，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伫传福音的事工的顶面，因配合保罗，这毋是一言堂，是同心合意，是基督的听，才是重点。事奉爱用耶稣基督的听来做出发点。如果一间教会若无法度会当同心合意啦，安尼才会当兴旺福音。若无法度同心合意的，即个福音有可能的兴旺打5折、打7折。所以爱用听来建立咱事奉的心，互咱的教会伫事工的内面，用听来做出发点，建立咱彼此的关系，这才是重点。愿咱会当来起做基督听的群体，食做一个听的团契。愿上帝施恩帮助咱。咱5月7号开始，咱要做底选，要做底选要安怎做？我知影大家心内有真多期待，真多无共款的想法，大家透过沟通来凝聚，要来怎么做？有可能咱第一届非常的重要，所以要透过事工意向的起做建立，来互大家知影讲即件代志要安怎来落实。咱5月14号。咱嘛要有一个亲子的聚会的家庭，咱看到遮有带囡仔的家庭，有当时囡仔来，爸爸妈妈无来；有当时爸爸妈妈来，囡仔无来。所以就透过安尼，要互囡仔、爸爸妈妈拢会当来有做一个联谊，做一个关系彼此的连结，互咱伫基督的听的内面来起做。愿上帝帮助咱。过来，咱6月份就开始要进入这个150年，互咱。6月18号，咱有啥物种的礼拜？感恩礼拜。咱即摆献歌队要开始练歌、练诗，就是要为着一厝的服侍侍奉。咱6月22号，迄天是啥物节？迄天是啥物节？迄天是端午节啦。所以端午节拄好是马街来泸州的纪念日，嘛是教会的生日，嘛是教会开设的日子，咱要庆祝150年，所以这是咱会当做伙凝聚过来150年，互咱会当伫教会生日来举办，变成一个泸州的马街日。大概咧讲到马街拢是淡水马街拢伫淡水，所以边个教会拢分无着。五股伊嘛是用马街做因的一个起头，一种咱想种起初的听，上帝上较起初的听，透过马街将福音传去到五股，咱是用一个起头的听，迄天是马街来咱泸州，咱用这个做一个纪念日，拄好是8葬节。邀请兄弟姊妹，你的计划表会当甲迄日空出来教会，因为迄天是教会啥物日？啥物日？生日，较大声的啥物日？生日爱安怎？爱庆祝，爱食啥？咱家两个一定有交代同工去订要订，毋知偌大，我是毋知。所以已经开始咧订甚至要画红要写字，佫几赞。毋望你会当见证迄天150岁的生日你的人生有偌济150岁？无，你会当甲送庆祝150岁，这是咱可能人生
为一届会当替路州教会庆生，愿主帮助咱，互咱的事工拢用耶稣基督的听做出发点，来连接兄弟姊妹，同心合意来兴旺啥物？来兴旺福音吼！来同心合意兴旺，同心合意兴旺。对，愿上帝帮助咱。6月22号，你要来无？要好，这是恁讲的。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会当记得6月22号是咱路州教会的生日，会当记得你爱迄天来教会。吼，咱做三角来祈祷。听台北上帝，我满心感谢你，祝你帮助阮，祝你的话来激励阮，透过保罗的书信，菲律比书来勉励阮，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互阮知，即间教会祝你设立伫欧洲第一间的教会，是保罗领受最感动的教会。愿祝你透过菲律比书来勉励阮。阮同心合意来兴旺教会，兴旺福音。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现在咱即时，请起立拍开新圣诗，新圣诗第72首，咱吟全首。
按即时备办心来奉献，请出现的同工出席服侍。请起立。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今仔日经句记载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5节。咱台语的，咱读一摆。因为恁对头一日到今三甲有份伫兴起福音。腓立比书第1章第5节。或者，咱来做会务的报告，甲欢迎新的朋友。咱今仔敢有新的朋友？好，安尼咱来做咱会务的报告。咱本会消息今仔日拢总有11项，另外要补充2项报告。第一项，咱本会设到150周年庆典活动，目前排定如下骹，拢总有4项活动。第一项，4月29拜六同心团契马甲卡热巡礼；第二项，6月18礼拜日下晡设到150周年感恩礼拜；第三项，6月22拜四泸州马家日，咱有倒带；第四项，9月10号礼拜日下晡设到150周年社区分享音乐会，请大家为以上的聚会献上守望甲祈祷。第二项，咱设到150周年庆典活动，教会外墙彩绘施工，伫咱厨房后壁面的后巷。拢总伫4月22拜六、4月23礼拜、4月30号礼拜，由全职同工甲儿童主日学协力来同齐来施作，愿主保守顺利完工。第三项，设到150周年的纪念的普罗山，咱教会要致敬每位会友一人一领。礼拜结束了后，伫1楼公报栏登记咱家己的咱的赛事，这最重要吼，请咱等下若落去爱记得去登记。第四项，今仔日是北区大专施工纪念主日，
大专青年牧养、教会青年培养、宣扬福音相关的事工推展，兄弟请关心大道，奉献支持。第五项，4月29拜六暗时7点40举行敬拜赞美培养会。咱的讲员第一位是咱怡娟牧师，题目是对歌唱中找求合一的力量。咱第二个讲员是咱慧文老师，题目曲目的选择甲交接。敬拜俄乐团队成员，请务必出席。主领配乐乐手音控，欢迎兄弟热心参加。第六项，咱教会有期伫5月7日台语礼拜结束了后，要举行暑假韩国3一教会来泸州地选事工宣读装备演习，欢迎中级团契首长甲有意愿的一同参与。咱的讲员是咱本会陈牧师，地点伫咱教会1楼。第七项，教会预计伫5月14母亲节合堂礼拜煞举行亲子家庭联谊会，欢迎家长有婴幼儿、学龄前、幼儿甲国小孩童的家庭参加，敬请家长带家长囡仔一同参加。第八项，每礼拜二顶晡9点半，教会开办册法班，册法用品自备。由咱林会长姊妹指导，每期3个月，3月14到6月13，报名费200块。欢迎邀请社区朋友参加，意愿参加的请接团导组叶秀兰长老。第九项，咱每礼拜三暗时8点有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第10项会计报告，请咱家己过目。另外2项补充报告，第一项是咱雅典会展翁仔某的乔兰，伫网家的西门店要签刷，伫5月7日下晡4点要举行感恩礼拜，欢迎兄弟参加。主旨是伫网家汉口街2段7号3楼。咱若要坐捷运，咱会使坐到西门捷运站6号的出口。第12项是东心团契要补充报告。4月29号的活动，东心团契4月29号的活动，打中昼12点半，今仔日咯，今仔日中昼12点半报名甲纳钱截止。有参加的兄弟，主日结束1楼填写菜单，因为因有提供的迄个餐点是意大利面，所以恁若有参加的兄弟，请事先甲菜单先订好好，互迄个同齐同工通好去办理点餐的动作。过来是咱团契的消息，有3点。第一点，咱上年团契今仔日台语礼拜结束了后，伫教会1楼举行4月份的例会。第二项，主日今仔日华语礼拜结束了后，伫2楼教育馆举行儿童主日同工例会。第三项，东心团契4月29拜六设教150周年客话组主办，东心团契协办马甲卡热巡礼参访淡江中学真理大学
同心团契每一个人200块，限额30人。报名请接婉君姐妹。会友每人300块，限额30人。报名请接洪纯爱姐妹。要缴钱，请提供身份证的号码、生日、甲电话，互团契顺利办理保险的事工，完成报名手续。费用包括着去的车资、中昼顿保险、转来的交通、早顿请自行办理。4月16报名截止，或届满截止。4月29顶晡8点半，伫咱泸州的富邦银行前出发，专车遇时不好请查身份证，因为伫新北市淡水过热，咱新北市免费，请自备悠悠卡、啉水，甲穿轻便的服装。活动预计当日下晡3点结束。过来是机体相同的部分，咱才有外出做兵、求学、工作的青年大岛，以及有一寡辛苦病痛、心灵受小着折磨的兄弟，咱请大家过目，自身过目为因来祈祷。过来是教界消息，5月13日拜六顶晡9点到12点10分，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初阶的中级训练会，专题你所领受的职分甲职务，你明白吗？第2，人物受于你职分的体制，甲你当顺服的法规。地点大洲埕教会。地址伫台北市甘州街40号捷运大桥头站。4月30报名截止，敬请中职同工踊跃报名参加。以上。咱来任上营尾面诗，请拍开新圣诗第390首。任全首，任诗煞，请牧师为咱祝祷。领受上帝赐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众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